係係，今日出任務喺邊度出任務？呢度係灣仔思源。我有個台灣朋友，佢嚟香港玩幾日，其實佢嚟過香港幾次㗎啦。我估佢啲所謂大眾景點咧，佢都去咗90咁滯㗎。咁今日我嚟做咩咧？我就嚟唔係帶佢去玩嘅，我主要個角色就係幫佢駁腳，即係譬如佢由灣仔佢想去亂噏啦嚇，佢想去摩天輪，咁我會提供俾佢你搭咩車最快啦，搭巴士定搭地鐵嗰啲啦。其餘佢要去嘅景點，我完全唔會干預，亦都唔會干涉。另外講下呢個少少呢個朋友背景，佢好中意睇港產片，所以佢以前嚟咧就成日會揾啲電影場景啊嗰啲咁嘅嘢。今次我唔知佢會唔會啦。咁而家因為佢未嚟嘅，佢去咗邊咧？我頭先聽佢講最尾嗰個拉嗰個信息，佢話佢香港大學。如果你由右手邊迎嗰個由太原街行過嚟，就可能經過街市啦，就會好多人嘅。咁如果你中意行翻以前嘅即係重拾翻以前香港嘅感覺，條街好多人，你可以嚟灣仔行下，好多街坊嘅，街坊嘅比例係多過遊客嘅，即係前提你中意人多先啦嚇。咁行到入嚟過咗太原街、玩具街嗰度咧，你就會覺得呢度係幾幽靜，同埋好多小店啊。嚟呢度有間酒館咧飲酒啊，呢度係啦，應該係叫南屋嘅。咁有笪草坯地，我最記得就係地下呢啲咧，似唔似啲狗餅或者貓糧嗰啲？呢棟嘢我記得就係啲保育啊、城啊嗰啲咁嘅嘢嚟。我冇入過去啊，今日都冇乜打算行入去啦嚇，因為我主要圍住條街行一個圈俾你睇啊。啊係啦，社區保育的開端。我次次嚟咧都唔見個門開㗎，可能佢只係一個裝飾或者唔再開㗎啦。我次次嚟除咗見到呢個招牌咧，呢啲咩健身院咩鐵打唔知真定假咧，就係呢個樓梯口咧，好多遊客坐喺呢個樓梯嗰度影相。呢度咧原來有個香港故事館，我嚟咗咁多次，而家先見到。我淨係每次都見到華佗醫院。呢頭閒日係幾好行，因為每次嚟親係閒日啊，禮拜六日我就唔知啊。呢間賣二手嘢呢間，我就唔行入去拍啦，冇費事懶得問人啊嘛。我轉頭會行去睇下嘅，應該係賣二手嘢嘅。前面對面又有大龍鳳係咩嚟嘅咧？我未見過開，可能夜晚先開㗎。佢係翻修過有啲鐵皮啊咁樣，你見唔見得上邊咧？上邊呢度其實佢有啲鐵閘嘅，舊式嗰啲鐵閘，黑色呢度。舊式嘅呢邊都有，當然我諗佢唔會特登去拉開或者閂埋啊，係有啲所謂巧思嘅。呢棟樓其實佢個門面樓梯都有裝修過，都係靚嘅。香港都越嚟越少呢啲特登去裝修整到咁靚嘅地方。啊，頭先嗰間賣二手嘢，呢間賣衫嘅應該係。嗱，呢棟都幾靚啊！呢棟舊樓，呢棟舊樓都幾靚。保存得都幾好，呢間 cafe 係咪新嘅？上次冇嚟啊！呢間我朋友應該係 book 咗呢間叫做木居酒店係嘛？但我上網睇嗰啲相好似 OK 咁樣。呢邊就真係冇乜特別㗎啦，我記得對面有間紋身鋪啦。最尾影埋俾你睇特別嘅咩？頭先我咪話呢度係灣仔，但係有個叫做堅尼地街咯。我突然唔記得堅尼地城有冇堅尼地街或者堅尼地道嘅咧？你知你係話俾我聽啊！我就喺度百無聊賴等我朋友嚟啊！你怎麼老那麼多啊？你怎麼老那麼多啊3點啦，哥。我是外地人，我又不是本地人。媽的，你來香港幾次了？我要找那個。你的時間是美國時間，我等女孩子也沒有等2個小時。我告訴你，你今天要聽，你來香港嗎？你要聽廣東話吧，不要聽我的爛國語吧。OK，對吧？對，如果你要聽國語也行，就是不好意思。我像不像那些8+9啊？不像。哎，現在送你這個。你知道嗎？香港沒有紙巾啊！我知道，我帶很多來啊！我送你酒藥，還有這個，是的，知道為什麼嗎？我要說廣東話。點解啊？俾個乾嘅你，然後俾個濕嘅你，知唔知點解？點解啊？你們台灣唔係廣東話，你哋台灣人好中意乾濕分離。你上面酒店有冇乾濕分離？有啊。你今朝10點飛機嘛係嘛？係啊。OK， 10點飛機，去咗邊度？食嘢啊！我去邊度食嘢？你去咗咩景點啊？今朝？灣仔，不是，這裡就是灣仔啦。我去找那個高階鬼屋。
鬼屋它是改建啊嘛，改建的嘛。改建了。对啊，应该没有鬼了嘛。现在做什么的我找不到啊。它没有了，它那栋 building 不是那个那怎么说呢？它没有鬼了啦，现在。还去了那个娱乐里。娛樂里是有什麼看啊？那個唐樓啊。唐樓。對。所以你今朝頭早係落飛機就去咗西營盤、高街鬼屋、唔知咩娛樂里同埋香港大學。現在你想去哪裡？你告訴我下一個景點哪裡，我就帶你去，很快。下一個景點。對啊。哥，我們下一個景點是哪裡啊？海星公園球場。什麼電影？海心公園土瓜灣。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。你唔好質疑去海心公園做咩啊？一個台灣人，一個電影卡，佢要睇場景就係咁簡單。頭先我笑咗佢好耐啊！頭先嗰段樹大招風我都唔知收唔收到音啫喎。而家咧我就同佢麗港城呢度咧行去搭公車，即係搭巴士。今日其實唔係帶佢睇電影場景，今日係帶佢走路，跟媽祖走路。哥，呢度叫土瓜灣。我告訴你，我認識你很多年，我才跟你來。其他人叫我帶他去，我去你。但是你說你很喜歡香港的電影，沒問題，我就跟你去。你告訴人家你去香港哪裡？我去土瓜灣海心公園。嚇？等於說我去台北，我去哪裡啊？我去台北大安森林公園。不是大安森林公園還大一點，有花有草。這裡的菜有沒有便宜一點呢？比起今天看那個，一樣貴。一樣貴，什麼都貴。香港什麼都貴。我告訴你，喝酒沒有太貴，找美女喝酒的地方也不是太貴。都是1個小時，大陸、越南、馬來西亞、台灣、日本都差不多價錢。你怎麼不說話呢？你這個也要錄在你的 YouTube。你要裝作沒有去過哪些地方嗎？你從來沒有去那個五木街，對不對？沒去過。沒去過哦，但是你知道五木街，你說沒有去過，你知道的人你說沒有去過，你就是騙人。林森北路5個木啊！老闆，玩得開心。好啦，慢慢參觀啊，老闆嚇。好，臨尾拆禮物。好，謝謝你啊，大哥，謝謝你的禮物。唔使客氣。呢個咩禮物咧？呢隻 CD 其實我10幾20年前有嘅，不過而家出翻一個第2版，我再買。因為第1版我借咗俾人之後咧冇還啊，咁啊呢個咧應該你沒有買錯吧？應該新版。
500，你在台湾都聽什麼歌曲？可是我都聽很多老歌，新歌我都不聽的。哦，所以你就殺咗一些老歌。對，那些喂那些蔡琴那種，蔡琴是誰？那些。費玉清那種。因為咧，我有叫佢幫我買另一隻，我應該後製上畫卡未有，佢另外幫我買另一隻水歌《東方美人》啊，那個 CD 啊，你買不到嘛？李英紅，李英宏咧個中文水歌啦，簡單嚟講，我會上翻後製上畫卡片。香港真係你太晚跟我講了啦。對，早一點我可以買得到。嗰隻香港真係好似買唔到嘅水歌，你沒有聽過？它叫水歌，它是唱的台語歌的。他是台灣人嗎？對啊。沒有聽過。他有一個我唱給你聽。我弟弟龍，我弟弟龍，我弟弟龍，有聽過嗎？沒有。你聽，還有另外一個吃飯的東西，我唱給你聽。身為一個台灣人，我每天都要吃白飯，有聽過嗎？完全冇。福家都的朋友，什麼自助餐？金曲金曲獎你有聽過了嗎？金曲獎我聽過啊。那個人叫 Leo 王 ，Leo 王，他是第好似嚟30屆金曲歌王。邊個啊？30屆金曲歌王 Leo 王，你有沒有聽過？